今日我哋嚟聽賭經，一張牌台，四個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係最醒嗰個，每個人都覺得今晚一定贏到。之後天光啦，台面啲錢換咗主人，但嗰班人仲坐喺度，眼神空洞，手入面揸住最後一張牌，死都唔肯走。你話呢個係賭徒嘅故事？唔係，呢個係人類幾千年嚟最老實嘅一面鏡。賭台上冇大話，或者應該話，賭台上嘅大話係最赤裸，因為佢呃唔到籌碼，呃唔到機率，到最後只可以呃自己。賭經呢本書唔係一本教你點樣贏錢嘅書，佢係一本教你睇清人性嘅書。佢話俾你知人點解會輸，唔係因為運氣差，而係因為人性本身就有漏洞、貪婪、自我欺騙、對命運嗰種幻覺式嘅控制感。呢啲嘢唔單止存在喺賭場，亦存在喺每一個人日常做決定嘅時候，存在喺職場、婚姻、投資、創業，存在喺你每一次講再試一次嗰個瞬間。讀得明賭經，你先會知道人呢一世最大嘅賭局，從來都唔係喺賭台上，而係喺你自己個心入面。賭經成書嗰個年代，係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度撕裂嘅時期，商業文明開始萌芽，使者文化亦無序咁急速生長。但同一時間，階層固化依然非常嚴重，普通人向上流動嘅通道窄到不得了。聽落係咪好熟悉？呢個就係一個競爭極度內耗嘅年代，一個人努力成世都未必改變到命運，但一夜之間，一張牌、一粒骰仔就可以令你翻盤。呢種心理唔係賭徒先有，係所有被壓喺社會底層嘅人面對命運嗰陣最真實嘅衝動。賭博喺嗰個年代就係成本最低嘅階層躍升幻覺。留意，我講嘅係幻覺，但人類就係咁，寧願抱住一個幻覺過日子，都唔願面對殘酷嘅現實。賭經嘅作者係一個真正識賭嘅人，佢唔係企喺道德高地批判賭博，淨係識說教嘅人。佢係一個深入研究賭局、研究賭徒心理、研究人性弱點嘅冷靜觀察者。佢寫呢本書唔係為咗叫你去賭，亦唔係為咗叫你遠離賭場，而係想俾你睇清楚，人喺巨大利益面前，究竟會變成一隻點樣嘅動物？呢個問題比任何哲學命題都更加直接、更加殘酷，亦更加真實。賭場係人類社會入面資訊密度最高嘅戰場。好多人以為賭博靠運氣，錯啦！賭博靠嘅係資訊差、心理戰同系統性優勢，而呢三樣嘢放喺現代商業社會，就叫核心競爭力、談判籌碼同護城河。賭經入面有一段非常經典嘅描述，大意係話，一個真正嘅賭場高手入局之前，第一樣要做嘅唔係睇牌，而係睇人。佢要觀察對手嘅眼神，要感受對手呼吸嘅節奏，要判斷對手今日嘅狀態，究竟係心急想快啲贏，定係胸有成竹，定係已經輸到紅晒眼。呢個過程放喺現代商業語境叫咩？叫盡職審查，叫競爭對手分析，叫談判之前嘅情報搜集。你睇下賭場入面嗰啲俾我哋睇唔起嘅技巧，換個場景，換套講法，立即就變成商學院入面嘅核心課程。呢個就係賭經最深刻嘅地方，佢係話俾你知，所有競爭本質上都係同一回事，分別只係你用緊咩籌碼，同埋你企喺一張點樣嘅賭台前面。賭經入面將賭分成幾種類型，我用現代嘅標籤去講。第一種叫技術型賭，呢種人研究機率、研究規律、研究每一種牌局嘅勝率模型。佢哋相信世界係有規律嘅，只要掌握到規律，就可以持續有盈利。換到現代，呢種人就係嗰啲相信只要方法啱，就一定可以成功嘅人。佢哋入頂尖學府，讀最好嘅專業，訂最嚴謹嘅職業規劃。佢哋嘅人生就似一張精密棋盤，每一步都計過度過。但賭經入面有一句說話講得極之冷酷，規律係預俾平均數，唔係預俾你。咩意思？機率話俾你知，掟一枚硬幣10000次，正反面各佔50%，但佢冇話俾你知喺你最關鍵嗰幾次，究竟會出現咩結果。技術型賭嘅悲劇唔係佢哋套方法錯，而係佢哋將平均規律當成個人命運嘅保障。呢種認知錯誤喺現實生活入面害咗幾多人？嗰啲相信名校畢業就一定定到好工嘅人，嗰啲相信努力做嘢就一定可以升職加人工嘅人，嗰啲相信只要產品夠好，市場自然會接受嘅創業者，佢哋全部都犯咗同一個錯，就係將機率當成保證。佢哋唔記得咗，機率係對一個群體嘅描述，
唔係對一個個體嘅承諾。第二種賭叫情緒型賭，呢種人係賭場最歡迎嘅客，贏咗會加注，因為覺得今日運氣好；輸咗一樣會加注，因為覺得下一鋪一定贏得返。佢哋做決定完全俾情緒牽住走。賭經形容呢種人嗰陣，有一種令人心痛嘅悲鳴。書入面話，情緒型賭徒唔係壞人，佢哋好多時反而係最善良、最重感情嗰批人。正正因為咁，佢哋輸咗錢之後，先會用再贏返嚟安慰自己，因為佢哋接受唔到我就咁輸咗呢個現實，對佢哋嚟講實在太屈辱。佢哋賭嘅唔係錢，佢哋賭嘅係自尊。呢個洞察令我背脊發涼，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試過有呢種時刻，你喺某段關係入面付出咗好多，對方唔珍惜，但你死都唔肯走，因為你接受唔到我嘅付出係錯嘅呢個結論。你喺某個項目入面投放咗大量資源，眼見就嚟失敗，但你仲係繼續追加投入，因為你接受唔到我判斷錯咗呢個事實。行為經濟學入面有一個專有名詞形容呢件事，叫沉沒成本謬誤。但道經幾百年前已經將佢寫到透，佢唔叫謬誤，佢叫人性。人性就係咁，我哋對損失嘅恐懼大過對收益嘅渴望，所以我哋寧願繼續賭，都唔願承認失敗。情緒型賭徒嘅悲劇就係佢哋用自尊心落注，而自尊心係最貴嘅籌碼，亦係最容易俾人利用嘅弱點。第三種賭徒叫社交型賭徒，呢種人其實唔係太在乎錢，佢哋在乎嘅係台上嗰種氣氛，嗰種俾人圍住、俾人留意，喺博弈入面展示自己嘅感覺。賭經入面有一段描寫，話呢種賭徒好多時係人群入面最有魅力嗰個，佢哋笑得最爽朗，講嘢最風趣，輸咗都唔介意，因為對佢哋嚟講，賭台係一個社交舞台，唔係戰場。但本書跟住就話風一轉，話呢種人往往係最難察覺自己已經深陷其中嗰一種，因為佢哋上癮嘅唔係金錢，而係嗰種社交存在感。一離開嗰個圈子，佢哋就會覺得空虛，覺得自己再冇人需要。換到現代語境，呢種人就係嗰啲社交上癮嘅人，佢哋瘋狂參加各種飯局、論壇、圈子，唔係真係為咗實質合作，而係為咗嗰種我仲喺個局入面嘅感覺。佢哋不停博存在感，維繫人脈，但好多時佢哋真正維繫緊嘅，其實係對自己價值嘅一種幻覺。道經話俾我哋知，最難戒嘅從來都唔係錢癮，而係對某一種感覺嘅癮。第四種賭徒係書入面琢磨得最多，亦最令人嘆息嘅一種，叫命運型賭徒。呢種人相信賭博係命運俾佢哋嘅出口，佢哋好多時嚟自社會底層，又或者人生曾經遇過某一種重大挫折。佢哋唔係唔知賭博有風險，佢哋知，但佢哋覺得除咗賭之外，自己已經冇第二條路。賭經入面有一個細節，令我睇完之後好耐都忘記唔到。書入面寫一個命運型賭徒，輸埋最後嗰少少錢之後，佢冇崩潰，冇痛哭，只係非常平靜咁坐喺度，望住空蕩蕩嘅台面，之後講咗一句：我本來就咩都冇，所以我冇輸。呢句說話究竟係悲劇定係哲學，我唔知。但我知道呢句說話背後係一個俾人逼到絕路嘅人對命運最後嗰份絕望。賭經對呢種人冇批判，只有悲憫，因為命運型賭徒係成個社會系統失靈之後最真實嘅產物。當一個人覺得按部就班咁生活，永遠都睇唔到希望，咁賭博對佢嚟講就唔再係墮落，而係絕望之中嘅一種反抗。呢個洞察擺到今日一樣令人心痛。嗰啲喺股市入面一鋪過晒爛嘅普通人，嗰啲將成副積蓄全部壓落某個創業項目嘅後生仔女，嗰啲相信今次一定唔同嘅人，佢哋唔都係命運型賭徒咩？佢哋賭嘅唔係錢，而係對命運不公嘅一種反擊。依家我哋嚟講，賭經入面最核心嘅部分，賭局最底層嘅邏輯。賭經有一個非常精闢嘅論斷，大意係話，所有賭局本質上都係一場資訊不對稱嘅博弈，贏家永遠都係嗰個掌握更多資訊嘅人。呢句說話擺喺今日就係商業嘅基本法則，但賭經再深入一步，佢話資訊不對稱只係表面原因，更深一層嘅原因係認知不對稱。咩叫認知不對稱？即係同一份資訊，唔同人會得出唔同結論，因為每個人處理資訊嘅方式都會受到自己嘅慾望、恐懼、過往經歷同思維定式影響。一個理性嘅人見到一張牌會計機率，一個貪婪嘅人見到同一張牌會見到機會，
一個恐懼嘅人見到同一張牌會見到威脅，所以賭場入面真正嘅高手唔係機率計得最準嗰個，而係最能夠準確判斷對手認知狀態嗰個。佢知道你依家貪，所以比你多贏幾鋪；佢知道你依家驚，所以向你施加壓力；佢知道你依家心急，所以故意拖慢節奏。呢套邏輯擺喺談判台上叫博弈同情緒操控，擺喺職場叫管理藝術，擺喺政治就叫權謀。換湯唔換藥。賭經入面有一個經典賭局案例，我用現代講法講一次。有一個老賭徒喺一間新開嘅賭場連贏咗3日，身邊啲人都話呢個人運氣好，或者話佢技術高，但去到第4日，佢突然輸到一乾二淨。事後有人問佢：你頭3日贏嗰啲錢呢？佢話輸晒啦。有人再問：你知唔知自己點解會輸？佢沉默咗好耐，之後講咗一句：因為我贏咗3日之後，我開始相信自己係啱嘅。呢句係成部賭經入面最深刻嘅說話之一。連贏3日，令佢產生咗一種幻覺，佢覺得自己掌握咗規律，覺得自己醒過人，覺得自己嘅判斷係可靠嘅。於是佢開始加大注碼，開始冒更大風險，開始喺唔應該自信嘅時候過度自信。心理學入面將呢種情況叫近期偏差同自我歸因偏差。贏咗係因為我醒，輸咗就係因為運氣差。呢種思維模式係人類進化出嚟嘅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但喺競爭激烈嘅博弈環境入面，佢係致命漏洞。賭經話俾我哋知，最危險嘅時候唔係你輸到一塌糊塗嗰陣，而係你贏到意氣風發，覺得自己乜都得嗰陣。因為失敗會令人謹慎，成功就會令人膨脹，而膨脹先係賭場真正收割賭徒嘅機器。我哋再講下賭經入面另一個極之重要嘅概念——莊家思維。賭經入面有一個非常犀利嘅區分，佢將賭場入面嘅人分成2類，一類叫賭徒，一類叫莊家。賭徒係喺規則入面玩遊戲嘅人，莊家就係制定規則嘅人。呢個分別聽落好簡單，但背後嘅意思深刻到令人窒息。賭徒無論技術幾高，無論運氣幾好，長期睇都係輸家，因為規則本身就係莊家設計。莊家唔需要每一局都贏，佢只需要確保喺足夠長嘅時間入面，規則一直對自己有利。呢個就係點解賭場永遠都唔會蝕錢，唔係因為賭場入面啲人一定醒過你，而係因為佢哋企喺規則制定嗰一邊，而你企喺規則執行嗰一邊。賭經用咗大量篇幅分析莊家嘅思維方式。莊家思維嘅核心得一句：唔好賭，要設局，唔好追求單次最大收益，而係要追求系統性可以持續落去嘅優勢。呢種思維放喺現代商業入面就係平台思維。阿里巴巴唔自己賣貨，佢俾其他人賣貨之後收佣金；滴滴唔自己揸車，佢俾其他人揸車之後抽成。呢個就係莊家思維嘅現代版本。佢哋唔直接參與遊戲，佢哋設計遊戲。賭經入面有一段說話，我覺得係全書最震撼人心嘅部分。大意係話，一個人一世最重要嘅覺醒，就係由賭徒思維轉變成莊家思維嗰一刻。喺嗰一刻之前，你係追求機會；喺嗰一刻之後，你係創造機會；喺嗰一刻之前，你係適應規則；喺嗰一刻之後，你係制定規則。呢個轉變唔單止發生喺賭場，亦會發生喺每一個人提升認知嘅過程入面。當你由一個打工嘅人變成創業者，你就完成咗一次由賭徒去到莊家嘅轉變。當你由一個執行者變成決策者，你就完成咗一次由賭徒去到莊家嘅轉變。當你由一個被動接收市場資訊嘅人變成一個主動影響市場嘅人，你又完成咗一次由賭徒去到莊家嘅轉變。但賭經同時亦俾咗一個非常冷酷嘅警告：想成為莊家，需要資本，需要資源，需要格局，更加需要對人性有深刻理解。好多人以為自己喺度設局，其實只不過係喺一個更大嘅局入面扮演緊一個高階賭徒。呢句說話令我諗起唔知幾多創業者、投資者同埋嗰啲所謂顛覆行業嘅人，佢哋以為自己係莊家，其實只係資本市場呢個超級莊家手上嘅一枚籌碼。呢個先係賭經真正嘅深度。佢唔係批判賭博，而係揭示權力嘅本質。所有權力遊戲都係一場賭局，分別只在於你企喺張台嘅邊一邊。跟住我哋要講賭經入面最令人心碎嘅部分，就係關於贏嘅幻覺。賭經入面有一個非常反常識嘅觀點，佢話對賭徒嚟講，最危險嘅唔係輸，而係贏。準確啲講係第一次贏。
第一次贏會俾人一種極之強烈嘅正面回饋，嗰種感覺係腎上腺素爆發，係多巴胺好似洪水咁湧出嚟，係一種我可以掌控命運嘅幻覺式滿足感。而呢種感覺正正就係所有成癮行為嘅起點。道經用咗一個非常精準嘅比喻，話第一次贏就好似俾一個人打咗一支毒針，呢種毒藥唔會即刻令你死，反而會令你感受到前所未有咁美好，之後令你一路追住嗰種感覺，直到你為咗佢將所有嘢都壓晒落去。呢個比喻令我諗起太多事情。第一次創業成功，令人覺得自己天生就特別叻，於是第二次、第三次越壓越大，最後一敗塗地。第一筆投資賺到錢，令人覺得自己已經睇穿市場，於是出手越嚟越進取，最後俾市場狠狠教訓一餐。第一次喺某段關係入面得到強烈嘅情感滿足，令人覺得嗰樣就係愛情嘅全部，於是不斷追求嗰種去到極致嘅感覺，最後喺一段又一段關係入面反覆受傷，贏嘅幻覺往往比輸嘅打擊更加可以摧毀一個人，因為輸咗你知道自己輸咗。但贏咗之後，嗰種幻覺會令你喺不知不覺之間行向更大嘅失敗。道經入面有一個人物，我覺得係成部書最具代表性嘅悲劇形象。書入面冇俾佢一個具體名，只係講咗佢嘅經歷。佢係一個出身貧寒嘅後生仔，靠自己聰明同努力喺賭場贏咗一大筆錢，嗰筆錢足夠令佢改變命運。佢本來可以用嗰筆錢開一間小店，娶一個好太太，平平穩穩過一世。但佢冇咁做，因為佢贏錢嗰一刻，突然覺得呢個世界原來有一條捷徑，而佢到咗，佢覺得自己唔需要成世辛辛苦苦，可以靠智慧同運氣快速累積財富。於是佢繼續賭，贏到更多，跟住又輸晒，之後借錢再賭，再輸到傾家蕩產，最後周身債，家破人亡。道經形容呢個人嘅結局嗰陣，用咗一句非常冷靜嘅說話，大意係話佢嘅悲劇唔係因為佢唔聰明，而係因為佢太聰明。佢嘅聰明令佢第一次贏嗰陣，為自己建立咗一整套完整邏輯。我贏係因為我叻過其他人，而呢套邏輯最後變成咗佢親手毀滅自己嘅武器。呢個故事令我諗起一個現代詞彙幸存者偏差。我哋見到嘅成功故事，全部都係嗰啲賭贏咗嘅人，但嗰啲賭輸咗嘅人，冇人會講佢哋嘅故事，佢哋靜靜咁消失喺歷史入面，變成統計數字入面一個冇名冇姓嘅數字。道經偉大嘅地方就係佢願意去講嗰啲失敗者嘅故事，而且講得咁細膩、咁真實，令你冇辦法簡單用一句抵死就打發佢哋，因為佢哋唔係抵死，佢哋只係面對人性弱點嗰陣唔到出口。依家我哋嚟講道經入面另一個極之重要嘅部分，關於出老千背後嘅哲學。喺好多人嘅認知入面，出老千就係作弊，係唔道德嘅行為。但道經對呢個問題有一個出乎意料咁深刻嘅分析。道經話，出老千呢件事揭示咗人類社會一個根本真相，所有競爭都存在資訊操控，分別只係呢種操控有冇喺規則容許嘅範圍之內。一個商人喺談判入面收埋對自己不利嘅資訊，算唔算出老千？一個政客演講嗰陣，淨係講對自己有利嘅數據，算唔算出老千？一個求職者喺履歷上誇大自己嘅經歷，算唔算出老千？道經嘅答案係，由本質上講係，但由社會規則嚟講就未必，因為社會規則本身就係由強者制定，而強者制定規則嗰陣，會確保規則對自己有利，所以所謂合法競爭，某程度上本身就係一種被制度化咗嘅出老千。呢個觀點非常犀利，亦非常危險。佢唔係幫真正嘅欺騙行為開脫，而係揭示一個更加深層嘅社會現實。規則從來都唔係中立，規則係權力嘅延伸。道經入面有一個關於出老千嘅分類，我覺得非常值得現代人諗一諗。佢將出老千分成3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叫技術層面嘅出老千，就係用技術手段操控牌局嘅實際結果，例如換牌，例如做記號，例如控制洗仔。呢種出老千係最低層次，亦係最容易俾人發現，因為佢只係改變結果，冇改變規則。第二個層次叫心理層面嘅出老千，就係透過操控對手嘅情緒同判斷，令對手就算掌握充足資訊，仍然作出錯誤決定，例如故意示弱，令對手放低戒心；例如故意激嬲對手，令對手失去理性；例如製造假嘅緊迫感，
令對手喺好倉促嘅情況下作決定。呢種出老千層次更高，亦更加難防，因為佢利用嘅係人性本身嘅弱點。你冇俾人直接呃，你只係俾人一步一步引導，最後作出對自己不利嘅選擇。第三個層次叫規則層面嘅出老千，就係透過掌控遊戲規則本身，確保自己無論喺任何情況之下都處於優勢。呢種出老千係最高層次，亦係最難察覺，因為表面睇落完全合法、完全公平。道經話，第三種出老千係權貴階層嘅專屬技能，普通人喺規則入面掙扎，但真正嘅強者喺規則層面一早已經贏咗。呢個分析擺喺現代社會，真係令人不寒而慄。你有冇諗過，點解大家同樣咁努力，有啲人偏偏就可以行得更快？唔係因為佢哋一定更加努力，唔係因為佢哋一定更加聰明，而係因為佢哋身處嘅遊戲規則本身就對佢哋有利。呢個唔係陰謀論，呢個係社會學。道經用賭局呢個最直接嘅場景，將呢個真相擺喺你面前，令你避都避唔到。之後佢問你，你依家知道咗，咁你點做？呢個問題冇簡單答案，但最少你知道咗呢個真相之後，就唔會再用努力就可以成功呢種單一角度嘅邏輯去解釋呢個複雜世界。跟住我哋講道經入面，我幾鍾意嘅一部分就係止蝕嘅智慧。道經入面有一句說話，我覺得係全書最有現實價值嘅一句：贏家同輸家嘅分別唔在於佢哋贏咗幾多，而在於佢哋輸咗幾多。呢句一聽好似好簡單，但背後嘅邏輯係成部道經最核心嘅思想之一。真正嘅賭場高手唔係嗰啲每一局都贏嘅人，因為根本冇呢種人。真正嘅高手係嗰啲輸緊嗰陣識得控制損失嘅人。道經將呢種能力叫做止蝕，知道幾時應該停。呢兩個字講就容易，真係做嗰陣其實係反人性，因為人性本能就係唔願承認失敗。當你輸咗錢，你第一個反應唔係好，我認輸，我走，而係再嚟一鋪，我可以贏返。呢種心理有一個專有名詞叫賭徒謬誤，就係相信連續輸咗一輪之後，下一次成功嘅機率會越嚟越高。但事實係機率冇記憶，每一次翻牌，每一次掟石仔都係獨立事件。你之前輸咗10次，唔代表你下一次贏嘅機率會高咗。但人類個腦偏偏就會咁諗。因為我哋個腦係為咗喺有規律嘅自然環境入面生存而進化出嚟，佢會自動契模式，會相信物極必反，會覺得連續衰運之後，好運一定會嚟。呢種進化出嚟嘅認知模式，放喺賭場入面就係致命弱點。道經入面有一個關於止蝕嘅經典故事，有兩個賭徒同樣輸咗一大筆錢，第一個賭徒選擇繼續賭，最後輸清光所有錢，仲欠到周身債。第二個賭徒輸到一半嗰陣，選擇離開，佢帶住剩低嗰一半錢行出賭場，用嗰筆錢做咗一門小生意，後來生活都過得幾好。有人問第二個賭徒：你嗰陣點解有勇氣走？佢話：我問咗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我繼續賭，最壞嘅結果會係咩？之後我諗咗一陣，我接受唔到嗰個最壞結果，所以我選擇離開。呢個故事睇落好簡單，但背後嘅邏輯就係現代風險管理嘅核心。做任何決定之前，先諗清楚最壞情況係咩，之後再問自己嗰個最壞結果你承唔承受到？如果承受到，咁就去做；如果承受唔到，咁就唔好做。呢個邏輯唔單止適用喺賭場，亦適用喺所有人生決定。創業，你承唔承受到失敗最壞嘅結果？投資，你承唔承受到全部蝕晒嘅最壞結果？轉工，你承唔承受到新工唔適合自己，又返唔到原本崗位嘅最壞結果？道經話畀我哋知，勇氣唔係不顧一切嘅衝動，真正嘅勇氣係充分評估過風險之後，依然選擇向前行。而智慧就係喺風險超出你承受能力之前，識得退出。止蝕係一種能力，而呢種能力需要你戰勝人性入面最根深蒂固嗰一部分，唔肯認輸。道經入面有一句說話講得極之好，大意係認輸唔係懦弱，係清醒。真正嘅懦弱係明知唔應該再賭，卻因為唔敢面對現實，繼續將自己一步一步推落深淵。呢句說話，我覺得每一個現代人都應該貼喺床頭，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曾經喺某個地方、某件事上有過唔肯止蝕嘅時候，嗰段一早應該完結嘅關係，你仲未走；嗰份一早應該辭咗嘅工，你仲喺度捱。
嗰個一早應該放棄嘅項目，你仲繼續加碼投入。你唔係唔知應該止蝕，你只係唔肯認輸。道經喺呢度唔係批判你，而係理解你。之後輕輕話畀你知，認輸先係贏嘅開始。依家我哋嚟講道經入面關於運氣嘅哲學，呢個係成部書入面我覺得最有哲學深度嘅部分。道經對運氣嘅定義非常獨特，佢話運氣係一種真實存在嘅力量，但佢唔係隨機，佢係有結構嘅。咩叫有結構嘅運氣？道經入面話，運氣就係你嘅準備撞正機會嚟到嗰一刻。呢句說話睇落好似例子雞湯，但道經俾咗一套非常嚴密嘅論證。佢話喺一個賭局入面，每一個玩家面對嘅機會，由機率上睇其實都一樣，但點解有啲人捉得到機會，有啲人捉唔到？唔係因為佢哋嘅運氣唔同，而係因為佢哋嘅準備唔同。準備好嘅人，當機會嚟到嗰陣，佢認得出，亦識得利用。冇準備嘅人，當機會嚟到嗰陣，甚至連嗰個係機會都唔知道。所以運氣嘅本質係識別能力同執行能力。呢個觀點令我諗起一個現代詞彙：機會成本。好多人覺得自己運氣唔好，其實係佢哋本身嘅認知水平，令佢哋錯過咗一啲原本屬於自己嘅機會。道經入面有一個非常精彩嘅比喻，話兩個人坐喺同一張賭台，面對同一個牌局，一個人見到嘅係風險，另一個人見到嘅係機會。同一手牌，唔同解讀，唔同結果。呢個唔係運氣嘅分別，而係認知嘅分別。但道經同時亦承認，運氣入面有一部分係真正嘅隨機性，係人力控制唔到。對於呢一部分，道經嘅態度係接受佢，但唔好依賴佢。一個成熟嘅賭徒唔會將自己一世嘅輸贏壓喺呢樣嘢上面，佢會盡一切可能提升自己嘅技術，改善自己嘅策略，降低運氣對結果嘅影響。之後，對於剩低嗰部分自己控制唔到嘅嘢，佢會坦然接受。呢種態度喺哲學上叫斯多葛主義，控制你控制得到嘅，接受你控制唔到嘅。道經用賭博將呢個古老哲學講得咁生動、咁具體，我覺得呢個係本書最令人佩服嘅地方。跟住我哋講道經入面一個非常有趣嘅概念，叫做賭品。賭品就係一個人喺賭台上表現出嚟嘅品格。道經話，賭台就好似一面照妖鏡，平時生活入面，一個人可以偽裝，可以掩飾，可以刻意表現出自己想畀人睇嗰一面。但一去到賭台，當金錢同利益直接掛鈎，一個人最真實嘅性格就會毫無保留咁露晒出嚟。道經將賭品分成幾個層次，最低層次嘅賭品叫輸唔起，呢種人贏咗就趾高氣揚，輸咗就怨天尤人，輸咗錢就不停借口。話對手作弊，話自己運氣唔好，話時機唔啱，總之就係死都唔肯承認自己判斷失誤。道經對呢種人嘅評價非常刻薄，佢話一個輸唔起嘅人永遠贏唔到大局，因為輸唔起代表你冇辦法由失敗入面學到嘢，你將所有失敗都歸咎於外在因素，咁你就永遠睇唔到自己嘅問題，永遠冇辦法進步。呢種人喺賭場輸錢，喺職場俾人淘汰，喺商界俾人打敗，永遠都唔明點解。因為佢哋永遠唔肯承認問題原來出喺自己身上。第二層次嘅賭品叫贏得唔體面，呢種人贏咗之後鍾意炫耀，鍾意嘲諷輸家，鍾意令對手難堪。道經對呢種人嘅評價一樣咁犀利，佢話一個贏得唔體面嘅人，遲早會輸得好慘，因為你贏咗之後嗰種囂張會激起對手最強烈嘅報復心，而一個俾你激嬲咗嘅對手，會比一個理性嘅對手更加難應付。佢已經唔再追求利益最大化，佢追求嘅係要你輸。喺博弈論入面，呢種叫非理性競爭者，係最難處理嘅對手類型之一。所以贏得體面唔單止係道德問題，亦係策略問題。第三層次嘅賭品，道經叫佢做賭德。賭德就係喺輸贏之外，對成個遊戲過程嘅尊重。一個有賭德嘅人，贏咗唔會驕傲，輸咗亦唔會氣餒。佢尊重規則，尊重對手，亦尊重運氣嘅存在。佢知道今日贏唔代表聽日仲會贏，亦知道今日輸唔代表聽日一定再輸。佢將每一局都當成一次學習機會，而唔係一個證明自己嘅舞台。道經話，真正嘅高手全部都有賭德，因為賭德代表嘅係一種長期思維。你唔係為咗今日呢一局而活，你係為咗成個人生呢盤棋而活。所以你唔需要每一局都贏，你只需要喺最關鍵嗰一局
作出最正確嘅判斷。呢套邏輯放喺現代社會，就係我哋成日講嘅格局。格局唔係話你有幾大野心，而係話你睇事情可以睇到幾長遠。一個真正有格局嘅人，唔會為咗眼前少少利益，犧牲長遠嘅關係同信譽。佢知道人生係一場馬拉松，唔係100米短跑。賭經透過賭品呢個概念話俾我哋知，一個人喺極端壓力之下嘅表現，先最能夠反映佢真正嘅性格。賭只不過係呢種極端環境其中一種形式。職場危機、創業失敗、感情破裂，所有令你處於極端壓力之下嘅場景都係一場賭局。喺嗰啲時刻，你係一個點樣嘅人，就會完全暴露出嚟，而你喺嗰啲時刻嘅表現，亦會決定你之後嘅人生方向。依家我哋嚟講賭經入面最後一個，亦係最重要嘅主題，就係對人性同命運嘅終極追問。賭經去到最後幾章，突然由技術層面嘅賭局分析，提升到一個哲學高度。佢問咗一個問題：人點解要賭？呢個問題唔係問賭博嘅動機，而係問一個更加深層嘅問題：人點解要喺不確定入面確定咁？點解要面對自己控制唔到嘅命運，仍然一次又一次嘗試去控制？賭經嘅答案令我睇完好耐都平靜唔到。佢話人類賭博嘅衝動來自人類對意義嘅渴望。喺一個充滿隨機性嘅世界入面，人需要感覺自己嘅行動係有意義，自己嘅選擇係會影響結果。賭博俾咗人呢種感覺，當你落注，當你贏咗，你會覺得係你嘅判斷，係你嘅智慧令你贏。呢種感覺係對自身存在感嘅一種確認。我存在，我選擇，我影響咗結果。呢個係人類最深層嘅心理需要之一。賭經話呢種需要本身係健康嘅，亦係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嘅力量。正正因為人類唔甘心俾命運擺布，先會不斷探索、不斷創新、不斷挑戰未知。但當呢種需要同金錢、利益直接掛鈎，再俾賭場呢個精心設計嘅系統利用，佢就會變成一股自我毀滅嘅力量。賭經喺呢度發出咗一個令人心碎嘅感慨，大意係話，賭徒係呢個世界上最渴望證明自己嘅人，佢哋輸完一次又一次，卻又一次又一次返去，唔係因為佢哋蠢，而係因為佢哋太渴望嗰一刻嘅感覺。嗰一刻，命運掌握喺我手上，我贏咗，我係啱嘅，我嘅存在係有意義嘅。呢句說話令我諗起所有喺生活入面苦苦掙扎嘅人，嗰啲喺職場一次又一次撞板，卻又一次又一次重新企返起身嘅人，嗰啲喺感情入面一次又一次受傷，卻又一次又一次重新付出嘅人，嗰啲喺創業路上一次又一次失敗，卻又一次又一次重新出發嘅人，佢哋某程度上全部都係賭徒。佢哋賭嘅唔係錢，係命運。佢哋唔肯認輸，唔係因為佢哋唔理性，而係因為佢哋太渴望嗰一刻勝利嘅感覺。賭經對呢啲人冇批判，只有好深嘅悲憫同理解。佢話人類最偉大嘅品質同最致命嘅弱點，好多時其實係同一樣嘢。嗰份令你死都唔肯放手嘅執念，既係你嘅力量，亦係你嘅枷鎖。點樣喺兩者之間撐到平衡，係每一個人一世都要學嘅功課。賭經最後有一段說話，我覺得係成部書嘅靈魂。大意係話，真正讀得明賭局嘅人唔會走去賭，唔係因為佢哋膽小，唔係因為佢哋保守，而係因為佢哋明白賭台上真正可以贏嘅，永遠都係少數人。而嗰少數人唔太可能係你，亦唔太可能係我。但呢個唔代表人生唔值得冒險，人生係應該冒險，但冒險要建基於充分準備，要建基於你對風險有清醒認知。亦要建基於你有能力承受最壞結果呢個前提，呢個先係賭經教俾我哋關於人生呢場最大賭局嘅智慧。讀到呢度，我想停一停，問你一個問題：你依家嘅生活入面有冇一場賭局，唔係真正坐喺賭台嗰種賭局，而係嗰啲令你不停投入、不停失去，偏偏又停唔到落嚟嘅事情？嗰段關係、嗰份工作、嗰個目標、嗰份執念，你有冇諗過？自己喺嗰張台上究竟係賭徒定莊家？你有冇諗過自己仲剩低幾多籌碼？你有冇諗過自己條指示線究竟喺邊？賭經呢本書幾百年前已經寫完，但佢描寫嗰啲人性一啲都冇過時，因為人性幾千年嚟從來冇變過。貪婪依然係嗰份貪婪，恐懼依然係嗰份恐懼，唔甘心依然係嗰份唔甘心。我哋以為自己生活喺一個文明、理性嘅現代社會。但當我哋面對利益、面對競爭、面對命運嗰陣，我哋同幾百年前嗰啲坐喺賭台前面嘅人
本質上根本冇分別。賭經嘅價值唔係教你點樣賭，佢嘅價值係用最直接嘅方法令你睇清自己，睇清你嘅慾望、你嘅恐懼、你嘅執念、你嘅弱點。因為只有真正睇清楚，你先有可能作出真正理性嘅選擇，你先有可能喺人生呢張最大嘅賭台上成為嗰少數贏家。唔係靠運氣，唔係靠僥倖，而係靠清醒、靠準備、靠對人性有深刻理解。賭經入面有一句說話，我想用嚟做今日嘅結尾。佢話：賭場入面最聰明嘅人係嗰個知道幾時唔應該入賭場嘅人。人生入面最聰明嘅人係嗰個知道幾時唔應該將自己人生當做賭注嘅人。但同一時間，佢亦知道幾時值得將一切都壓落去，因為人生總會有幾個時刻值得你全力以赴。最關鍵係你要有足夠智慧，分得清邊啲時刻值得，邊啲時刻唔值得。呢個就係賭經留俾我哋最後嘅智慧。真正讀得明賭經，你先算讀得明人性最深處嗰份永恆掙扎。我哋個個都想贏，但贏從來唔係靠運氣，贏係靠你比其他人更加了解自己。賭台上面全部都係人性，而人性呢張牌你打得好，邊度都係賭場，邊度都可以贏；你打得唔好，邊度都係賭場，邊度都會輸。依家你手上嗰張牌係咩？好啦，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如果今集影片令你有啲觸動，有啲思考，記得畀個 like，等更多人睇到呢啲內容。亦記得訂閱我嘅頻道，開埋通知鐘仔。我哋下集再見。